迄两个天使暗时到了索多玛，罗德正坐伫索多玛城门骹口，看见因来，就起来迎接，面伏伫地下拜，讲：我主啊，请恁甲仆人的厝内洗洗骹，带一夜，透早起来才走。因讲无，阮要伫街上过夜。罗德切切地请因才入去，到伊厝内，罗德为因备办宴席，项无效饼，因就食了。因还未倒落索多玛城内各处的人，连老带小，拢来围住迄个房屋，好叫罗德讲：今日暗时，甲你遮尔来的人，伫倒落？甲伊带出来，任阮所为。罗德出来，甲门关上，甲众人迄边讲：众兄弟，请恁毋通做这恶事。我有两个女儿，也是处女，用我带出来，随在恁的心愿而行。只是这两个人，既然到阮兜，毋通向因做啥物。众人讲：提去吧！佮讲，这个人来寄居，佮想要做官呢。即马阮要害你，比害因较甚。众人向一营刺客罗德，要攻破房门。只是迄两个人先出手来，将罗德诱入去厝内去，甲门关上，并且互门外的人，无论老少，目睭拢昏迷，因就望来望去，总找无着房门。两个人对罗德讲：你遮里阁有啥物人吗？无论是囝婿，是囝儿，甲城中一切属你的人，你拢爱将因对这个地方带出去。阮要毁灭这地方，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伫耶和华面前真大。耶和华找阮来，要毁灭这地方。罗德就出去，讲互带了因女儿的囝婿讲：恁起来离开这地方，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。因囝婿却以为讲的是戏言。天明了，天使催逼罗德讲：起来，带着你的看守，甲你伫遮里的两个女儿出去，免得因这城的罪恶当被消灭。但罗德坚持毋走。两个人因为耶和华怜悯罗德，就揪着伊的手，甲伊的看守的手，并伊两个女儿的手，甲因带出来，安置伫城外。领因出来以后，就讲：逃命吧，毋通回头看，也毋通伫边缘徛住，爱往山顶逃走，免得恁被消灭。罗德对因讲：我主啊，毋通如此。你仆人已经伫你眼前蒙恩，你阁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，救我的性命。我袂当逃到山顶去，恐惊这灾厄临到我便死了。看这座城阁细阁近，容易逃到，这毋是一个细吗？求你用我逃到迄边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。天使对讲：这事我也应允你，我无轻忽你所讲的这个城。你爱速速咧逃到迄个城，因为你还未到迄边，我袂当做啥物。因此，迄个城名叫索尼，就是细的意思。罗德到了索尼，日头已经出来了。当时耶和华将雷风甲火对天顶。耶和华迄边降予索多玛、蛾摩拉，甲遐尼的城甲全边缘，并是安尼所有的居民，连地上生长的拢毁灭了。罗德的看守伫后面回头一看，就变成了一支盐条。
阿伯拉罕透早起来，到了伊进前徛伫耶和华面前的地方，向索多玛甲俄摩拉并边缘的全地观看。不料，迄地方烟气上升，如同烧一般。当上帝毁灭边缘诸城的时阵，伊纪念阿伯拉罕，当咧轻覆罗德所大之城的时阵，就打发罗德归轻覆之中出来。罗德因为惊住伫所尼，就同意两个女儿对所尼上去，住伫山内。伊甲两个女儿住伫一个洞内。大女儿对小女儿讲：“咱的老爸老啊，地上阁无人按照世上的常规入来咱遮里。来，咱会当叫老爸啉酒，甲伊同琴，安尼咱就会为伊留存后裔。”就安尼，迄夜因叫老爸啉酒，大女儿就入去甲因老爸同琴，因几时倒落，几时起来，老爸拢毋知影。第二天，大女儿对小女儿讲：“我昨暝甲老爸同寝，今夜阮阁叫伊啉酒，你会当入去甲伊同寝，安尼咱好为老爸存留后裔。”就安尼，迄夜因阁叫老爸啉酒，小女儿起来甲因老爸同寝，伊当时倒落去，当时起来，老爸拢毋知影。安尼罗德的两个女儿对伊老爸怀了孕，大女儿生了后生，甲伊号名叫摩押，就是如今摩押人的始祖。细汉女儿也生了后生，甲伊号名叫便雅悯，就是现今阿门人的始祖。